日控制署的总统选战，即嘛是愈来愈激烈。公安局密切地关注中共敢有介入来做认知作战。针对最近立委马文君疑似盗摄唱水男机密的案件，公安局长蔡明安表示，尊重司法侦办甲结果，公安局无适合评论。日控制署大选即个剩3个月假，公安局长蔡明安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。警方势力深受介入选举是大家注意的焦点。蔡明安讲，无排除中共伫咧选举过程中操作政治议题，对台湾的选民进行认知作战。也讲，就要注意一寡新的手法。可能也要注意到，中共也有在跟台湾的一些公关公司在进行一些民调。那这些民调发布，也有可能会对于台湾选举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影响。所以，对于中共非常多元的一个介选的手法，我们都有在密切的关注。除了中共介入选举的行动以外，公安局也特别提醒，最近去中国的人就要注意家己的人身安全，因为反间谍法自7月开始实施。个人遭到骗诈的情形有增加，自顶半年4件到下半年增加做9件，拢是因为一寡伫台湾的政治言论，甚至有人出现入境了伫饭店约谈的特殊案例。甚至大概20天前有另外一个案例是比较特别的，不是在入境的时候被留置盘查，而是在饭店的时候被中共的国安单位来约谈。因为最近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疑似涉密的案件，是不是影响到国安？蔡明安讲，尊重司法的侦办甲结果，公安局无适合做评论。因为马文君是强调，对于未单一指控，应该提出证据。他应该要具体的提出来，到底大家是怎么卖台，然后证据资料应该提出来，不断的在指控，我觉得这对大家都非常的不公平。因为这件案件中国是毋是有介入？马文君讲，这就要去问黄曙光，交予讲的人去厘清。另外，蒋干已经制作这么长的时间，怎么抑阁无法度厘清？伊认为讲法变来变去，应该甲选举有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